我们开始吧。哎，这怎么点不着呢？哎，奇怪呀！哎，怎么点不着呢？上师的遗体怎么会点不着？啊！哎，上师啊，你难道不想走吗？哎，怎么还是点不着呢？这是为什么呀？啊？你也不知道？哎，快看，天上，天人出现了！哎呀，仙女啊，天人啊！嚷，那是会麒麟的天火，大事本来就在观修着，还用这火做什么？四部空行，高唱共歌，智慧空行，尽献共怡，驰名眷属，围绕四周，勇士都来侍候。今天无理由触动这遗体，了悟真信的大士遗体，可以放下，勿需做作，放下好。祝愿一切众生对安乐圣法受用不弃。尊者亲自说了，热琼巴未到之前不要触动灵骸，这话和今天空行母的歌相吻合，但这样存放会变成非实有之物的呀，怎么办啊？根据尊者和空行母所说的话，以及遗体不受火供的情况来看，热琼巴很快就会到来的。在此期间，我们就发愿祈祷吧。哦，好的。热琼巴徒儿，叫你来的时候虽然还未到，但师徒再次相逢，我很高兴啊。此后我们能否常见面，这很难说，故应作珍惜之想，可以续一续啊。上师是不是已经圆寂了？虽然还未到去的时候，但要立即去见上师啊。热琼巴，你若不尽快去见上师，上师就要往清净空性沙土中去了，今生再也见不到了。现在就去吧。原来是这样啊，我还是赶紧回去吧。
上师，上师，上师，上师！这是我自己的上师，为什么我连看一眼遗体的权利都没有？上师，虽然无缘生前见面，但愿亲眼把遗体看一看。师父未放大悲的鞠躬3000，请从冥冥中悲怜把我照看。